跟住落嚟要上台同大家見面嘅係，歡迎佢啦，羅啟豪。我諗唔同人啦，喺生命裏面唔同嘅階段啦，又或者當自己有唔同心情嘅時候啦，都會有一份專屬於自己嘅歌單去幫助自己抒解一下啦，記錄一下啦。今次 Ramon 為大家帶嚟嘅呢一首新歌啦，叫做《還未分享的歌單》，到底係一首啲咩歌嚟㗎啦？嗱，呢首歌咧就其實係一個講述一個我經常有嘅感覺啦。咁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聽到一首好好聽嘅歌嘅時候咧，係好想同人分享呢首歌，好想介紹俾人聽咧。咁有係咪先？咁咧我就成日都有呢個感覺嘅。咁咧我係嚴重到咧，中意到首歌嘅時候，即係好中意首歌嘅時候咧，係我會去逼我啲朋友去聽。咁咧就所以就會聽緊歌嘅時候，會令我諗其實呢個世界會唔會有一個人同我同一時間聽緊呢一首咁好聽嘅歌，同一時間同我 loop 緊呢一首歌，或者同我同一樣有一模一樣嘅 playlist 咧？所以可能如果有呢一首歌或者呢個 playlist 啦，冥冥當中其實係聯繫緊大家，可能都係某一種嘅心情，經歷緊某一個嘅狀態，所以大家都同時咁喜愛呢一首歌。既然係咁咧，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其中一個狀況啦，工作總會有相當忙碌啦，可能工作上有啲辛苦嘅時間。其實 Ramon 會唔會都有一啲專屬嘅歌單，係讓你喺呢個時候俾翻啲力量自己，讓自己繼續向前，繼續努力咧？絕對有，我聽歌咧就除咗係愛嚟提神啦，或者舒緩啦之外咧，咁我其實即係我真係可以24小時聽住歌㗎。咁我嘅歌單咧其實係即係我比較中意聽抒情歌嘅，同埋中意聽啲 side track 嘅。咁所以即係我好希望可以陸續咧去分享我嘅歌單俾大家。咁亦都好希望我可以儲多啲自己嘅歌，然之後做我自己專屬嘅羅啟豪歌單。我知道你哋都會準備緊做呢件事情嘅，最緊要擁有歌單唔夠㗎，要分享俾其他人，知唔知啊？甚至正如頭先Ramon所講，要逼其他人一齊聽喎。係。好，事不宜遲喺舞台上面交俾羅啟豪帶嚟嘅今日嘅呢一首新歌。好 ，thank you。我想介紹呢一首歌咧，就係由唐善恒作曲，姜嶺樂作詞，同埋韋景雲編曲同埋監製嘅，送俾你哋還未分享的歌單。街燈只映靜看到個身影，天天歸家看慣無聊風景，空虛無言，怎麼形成？寒風只為我孤單作呼應。點開個單我放逐頭歌聲，歌聲哼出句句埋藏心聲，歌中靜定當初難明，然卻是我處境。過路人許多，歌單中多着誰的歌，只想找到有人與我聽誰的歌，一起播放。深宵3點再播動聽歌聲，居於天台細看平常街景，燈火尚未點一分明，是我獨對光影。過路人許多，歌單中播着誰的歌，只想找到有人與我共同喜歡聽誰的歌，每夜重複播，多麼的歌
個，不知道又有幾個能與我互傳個答，勸去寂寞。每夜重複過，以幾分兩份無分快樂，一起喊了，一起痛哭，孤單過。可否與我？多謝大家還未分享嘅歌單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多謝晒，thank you，好，可能我哋有請同事幫佢講 keep 一 keep 手上嘅花先。